歡迎大家收睇賽馬指南針。嗱，度飛大法就真係好重要啊！平時大家都會追住我啲度飛直播嚟睇啦。咁我已經歸納咗3招啊，咁我認為係最有用同埋最易睇嘅嚟教大家。咁對啲睇飛有興趣啦，或者本身咧係 Winbet 嘅用家咧都可以去睇嘅。有錢入心，再有心咧去入翻錢啦嚇。本來又唔傳男唔傳女㗎，呢家全部絕技咧都教晒俾大家啊。第一式。叫冷門過萬飛啊！顧名思義就好簡單，就係揾啲冷馬，然後過萬蚊飛嘅就 mark 實佢。帶大家睇下啲記錄先啦。2025年嘅12月27日啦，9號小魔怪啊，第2場嚟嘅應該係。睇下啲凌晨時段先。你會發現夜晚咧就有人啊，就對一隻20幾倍嘅馬咧落咗9800蚊飛。我當10000蚊啦，好冇？9號馬係小魔怪。最終跑入冷門啊，第2名啊！同一幅圖咧可以望多隻，你會見到凌晨10號咧都幾重飛㗎。pace 成2萬幾蚊，仲勁過隻小魔怪。呢隻稍為就熱少少啦。最後位置2.6倍跑第3名啊。再提下大家凌晨出現咗4個號碼㗎。2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係今場嘅4連環啦，分別就係呢個戰滿同行啦、瑞木啦、小魔怪啦、海旋王者啊。凌晨4隻過萬蚊嘅飛咧，原來就係單式4連環咯。同大家睇多一日，2025年12月嘅20日咧，呢隻14號嘅超勁赤兔啊。呢場呢就冇咩特別嘅。最終佢呢就以呢個9.6倍嘅身份跑出呢個獨贏位啦，位置有3倍添嘅。埋門都係着燈㗎啦。本身10幾倍獨贏4倍位置添㗎。呢隻仲簡單。當你揀過萬飛啊，你睇下昨天時段揀昨天。得一隻馬係有過萬蚊嘅位置，就係隻超勁赤兔啊！講完就係咁簡單。一個信號啊，唔通你唔信咩？又講多隻2025年12月20日12號開心勇區。呢隻馬最終以26倍嘅身份跑第2名。都係冷馬嚟嘅。我哋又睇下發生咗咩事先啦先揀呢個過萬蚊飛啦，睇昨天飛啦。12號有注9800蚊獨贏。另外2隻4同5都係熱門馬嚟嘅，先唔好理佢先啦。因為熱門有過萬呢就好正常嘅，熱門冇過萬呢，咁隻熱門就有機會出事啦。但係今日教大家揾冷馬，唔好理隻熱門先，OK？你會見到呢12號呢係30倍嘅馬，無啦啦俾人落一雞嘢打落去。最終回到26倍跑出，位置5.9倍跑第2名。再講多隻2025年12月17有隻12號嘅銀兩豪俠啦。呢場都好簡單，揀翻8000蚊以上，你會發現有隻馬 WinPay 齊落1萬蚊左右，落喺隻本來20倍嘅馬度，回到去最終22倍贏馬。位置都有5.9倍，就係咁簡單。所以話呢，點解過萬飛係重要呢？呢一日我都有喺度做直播度飛㗎，所以銀兩豪俠呢都有好多觀眾係做到㗎。唔好以為呢，即係1萬幾千好少啊！開盤當日呢，其實淨係得一注過萬，而嗰一注呢就落喺隻冷門身上啊！而呢場嘅冷門贏馬呢，係真係唔到你唔信㗎。第2式啦，就叫 BR 時間最大飛 ，BR 即係開跑前啊！留意翻係第1場開跑前啊，因為開跑前呢係唔會有過關飛嘅影響啊，所以 BR 睇到嘅嘢咧會比較真實，同埋亦都係相當重要㗎。2025年12月23日有隻10號嘅歷險大獎，呢隻咧其實咧係可以先用第1式咧去揾呢個過萬蚊飛咧已經睇到㗎啦嚇。不過我轉頭咧先講埋咧係嗰陣飛啊，令呢隻馬嗰個爆冷機會咧係再度咧係一個新嘅一個層次啊！先睇下呢場。你會發現咧，無啦啦有隻不明物體啊！當時18倍一下過萬蚊批打落去啊，就係隻10號嘅歷險大將啊，亦係開盤當日最大注位置啊！居然呢係唔買熱門買冷門啦。呢家講啦，真正講第2式呢，咁就係 BR 時間最大飛啦。夜晚要用下午6點前，日馬就用中午12點前啊。由於呢日係夜馬，你用6點前去睇啊，然後順序揀投注額，你會見到10號歷險大將即係隻冷馬啦，莫名其妙有5萬幾蚊位置喺全日最大位置度，因為佢係冷馬，而飛數更加遠超4大熱門。
呢件事係非常誇張，最終爆冷贏埋。呢隻馬係集合咗第一式同第二式嘅，相當似樣啊！咁啊，繼續講多隻啦。2025年12月23日11號嘅川河洞區，嗱，呢隻馬本來隔夜就似熱門嘅，最終落到大熱門贏馬，但前面個落飛呢係非常大噶。咁啊，呢場呢，我直播都有提大家噶，咁你順序揀頭注額，時間係下午6點前。嗱，因為係夜馬啊嘛，咁啊好簡單嘅啫，你會發現啦。有一隻馬呢係落咗成10萬 win 㗎，嗱，唔難睇出就係11號嘅川河洞區，最終順利贏馬。咁啊呢隻冇咩特別嘅，睇多隻2025年12月23日4號大浪淘田啊，亦都係同一日嘅夜馬賽事啦。時間用下午6點前順序揀頭注額，你會發現大浪淘田啦，最大位置而且係有2注㗎。咁啊，而獨贏呢，只有1注，亦都係大浪淘田啦。嗱，呢隻馬當時成7倍幾8倍㗎，咁啊係第4熱門嚟㗎，咁啊出現咗呢1注飛㗎。咁啊最後啦，咁啊落飛開跑，咁跑入第3名嘅。啱啱呢兩個例子咁啊都係偏熱啦。咁啊揾隻冷少少分享俾大家。2025年12月17日8號天下重儀啊，嗱，照樣係夜馬。咁啊，下午6點前啦，順序揀頭注啊，你會發現最大 win 同最大 pay 係落喺隻8號馬嘅天下重儀。你最終呢隻馬呢，見到佢係跑第2名啦，9.6倍嘅獨贏，2.3倍嘅位置，係以第5熱門嘅身份呢，最終賽果跑入呢個冷門嘅連贏位啦。咁啊，其實都仲有好多例子㗎，咁啊，大家呢睇翻記錄可以發掘下啦。咁啊，再講下一招啦。咁啊，第3招凌晨 win pay 齊落，咁啊凌晨時段呢，其實就好少落飛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咧有啲人對啲馬咧夠膽 win pay 一齊落咧，因為夜媽媽你係得啲馬房要操馬啫嘛，咁隨時咧就係啲關鍵嘅馬房消息，咁當然都係主力留意翻啲有冇冷馬啦。2025年嘅12月17日啊，有隻馬呢個3號嘅金區榮騰啊，嗱，今次咧喺金額度咧就唔好點調整啊，咁啊1000蚊以上就可以噶啦，咁啊時間就係用凌晨到8點前啦，順序隨意都得嘅。打開第6場，你會見到啊，得隻3號馬係 win 同 pay 都有黃色啊，嗱，黃色其實係代表咩咧？代表你嗰隻馬係同一個時段一齊落飛㗎，咁你會見到呢，就係冷門3號嘅呢個金區永騰啦，隻馬最終26倍開炮啊，咁啊位置有6.3倍啊，嗱，呢招好冇路㗎嚇，咁啊當然最好係揀冷馬啦，咁啊唔好淨係睇熱門啊。嗱，講起呢招呢，其實同啱啱呢第一式提到小魔怪同呢個凱旋王者好似㗎，佢哋啱啱凌晨都係有呢陣飛㗎，你哋可以睇翻前面幅圖，再引用翻啱啱呢一招。咁啊，講多隻2025年12月23有隻4號啦，呢個寶城智好啦，都係好簡單嘅。你會見到呢，全晚得一隻係一齊落 win pay 嘅，咁啊4號嘅寶城智好嗱，金額唔使多嘅5000蚊到，咁但係呢，原來呢已經係全個凌晨最大注位置啦，最終16倍跑 Q 位置有4.5倍。咁啊同一日啦，上面講埋隻熱門啦，咁啊2025年12月23日嘅都係，咁啊8號嘅紅錢道，咁啊好易睇嘅啫，22,000蚊 win pay 一齊落。不過呢隻就熱門嚟嘅，所以對嗰個金額要求呢就要高啲啦。咁啊呢啲兩雞嘢度呢就真係正嘅。咁啊如果2000蚊呢就算啦。熱門有時夜晚2000蚊 win pay 係唔出奇噶。咁啊最終呢就都叫跑出第3名啦。咁啊贏唔到，但係都叫幫到手嘅。同埋你唔可以話盲目去飛走佢啊。咁啊最後加一隻啦。2025年嘅12月20日2號嘅呢個實力加，咁啊呢隻呢就唔使多講啦，成晚呢都淨係見到佢呢係有1注 win pay 呢係關佢事嘅啫。咁啊雖然呢，佢最終啡燈開跑淨係得呢個6.8倍獨贏同埋1.9倍位置啊，但係其實隻馬喺集前仲係16倍馬嚟㗎。嗱，俾人巨額就真係冇辦法，但如果唔一早咁樣睇，唔通你下下等到佢啡燈出咗集先買咩？係咪？總括嚟講，今日教你3招好簡單。如果見到冷馬就好正，如果見到熱馬嘅話呢，對個金額要求呢就要加強啲。而我仲有更加多本身打算唔傳男唔傳女嘅招式呢，係想教大家㗎。咁之後呢，會出更加多嘅技巧嘅影片啦，咁啊俾個訂閱我先。咁總之有用開 Winbet 嘅跑多兩跑，你會用得更加得心應手。嗱，冇 Winbet 嘅你呢，咁你考慮下要唔要訂購呢個網頁嘅服務啦。因為我度飛嘅直播片呢，就唔一定次次出嘅。咁啊，但係之前有交電費睇我直播嘅，咁我都銘記心中啊。
我唔開直播度飛咧，都會有份功課去 share 翻俾你哋啊。咁啊，如果電費都唔交，真係冇辦法啦嚇。咁啊，想加入 Winbird 去 Google search Winbird 網站啦，winbird.cc 啦，或者聯絡客服啦個 WhatsApp 啦去詢問價錢㗎。咁啊，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先啦。有唔明咧，亦都可以 WhatsApp 問我。講完收工。